我覺得回到我的家鄉，這裡應該是講廣東話的地方啊！大家好嘛？大家可能唔知道咧，其實呢度係我家鄉嚟㗎，所以我對廣西咧係特別有一份好濃厚嘅感情。大家可能係我哋好多年前嘅親戚都唔定㗎。今次咧好高興可以參加咗呢個藝術節。所以心情有少少緊張，亦都好興奮。希望聽到你哋嘅掌聲之餘，更聽到你哋嘅歡呼聲，因為你哋好似唔係好興拍手掌我。OK good。咁我想介紹咧，今晚為我伴奏嘅係嚟自香港嘅同我嘅非常之好嘅拍檔倫永亮。Thank you。以下落嚟咧有一首歌，亦都係一首廣東嘅歌，係需要你哋一齊同我拍手掌。去附和，然後先好聽㗎，好嘛？我教你哋啊 ，1 2 1 2 3 4。歌名叫《似是故人來》。同是高路，同做歌舞，你是一對，留在笑臉。醒後